继续来看这个民俗的业者拄到小摊的奥客，是真无奈，真气怒。最近有民俗的业者来发现讲，人客退房了后，房间内底有18项的物件，互摕咧走，包括这个面巾、浴巾。 就参这个吹风机，甲迄块卡达珠啊，嘛共摕去。打电话互人客，人客讲无哦，伊无摕哦，互业者是真气愤。啊，讲有真侪民俗的业者，拢拄过即种小摊的奥客。今日房间有人有8房间，互大家来到民俗卖出咧度假，佮饼甲真清气。可能是内底物件收好用，有人客物件都共摕转去。 有开民小人伫面册写文章讲，因双人房一工平常时是1000外块，4人房2000外，佮有早顿。房间提供大细条面布，这拢真好用的。有人去退房的时，所有面布浴巾拢总摕去。打电话就问讲，敢是无细字早走的？佮讲对，请送转来时，物件等伫客厅人做伊走，数量佮减一半。其实袂少民俗业者拢有拄到这款情形。枕头是最多的。暑假越忙我们的一些备品啊、不见的东西会感觉会越来越少。 原来房间内上接红退去物件真够妙哉，除了真接看到的浴巾、面布，还佫有浴袍、规套的困衫，有人将乱情啊嘛退去。 泡茶用的茶杯啊嘛无老够，房间内物件真接互退去，抑过业者嘛真无奈，一般拢袂追究。我们的概念是，我是提供让你使用一次性使用的方式，个人的概念或者想法会有一点点的不一样。说啊，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带走？我们每次的教育训练课程都会提醒业者一件事情：你真的不要放太昂贵的东西在房间里面供客人使用。你要让他带走，开心带走，还是你要很不开心的问他说：你到底有没有拿我们的东西走？ 许多时，民俗生理是上好的时阵，抑过拄到一寡小屁脸的人客，就会真无奈。若无想要变面，只好偏啊猛烈。是讲咱乡亲若去外口大，爱注意家己的行为，以免犯法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